好，咱继续来看1633年12个最后2天吼，12个最后2天，1633年最后2天，12个30，有2只细只容克船对南方来，也有另外一只对西纳来。早消息来讲，伫本个月18日，为着要和西纳铺出和平自由的贸易之路，伫出航的迄个即句写到落长吼。离出航的迄个住伫个台湾的华商韩万，已经坐伊的容克船抵达水头，即地名吼。即落长即句话是讲，住伫台湾迄个华商，迄个新仔商人叫做韩万吼，已经坐伊的船来到水头吼。伊即抓主要是为着要一个足伟大的任务吼，为着要和西纳铺出和平自由的贸易之路吼，来出航。韩公司，咱继续看吼，韩公司有多年交易盈利的商人岩贝啊和本迪奥克的容克船，本来已经装好400-500担的丝甲其他货物，准备要前来台湾。但是因为军门下令要调用所有的容克船，为着要来对付海贼老乡，因此呢，必须又搁甲因所有的货物搁落来。吴方就是荷兰这边吼，被活掠的最高首领，又讲是应当是指上有员拍子吼。该当另外8个人被送去北京。交予皇帝，所有被活掠的人拢被合理来尊重甲善待。大官门应该是拍毋对啦吼，太保可能。大官已经拢处理礼部的认可，礼部伊遮写讲是就是国会吼的认可。当然，真正是无啥物国会啦，我毋知为啥物写国会。反正就是已经取得礼部的认可吼，将稳准8只容克船以一年缴纳4000里尔的税，互国家来前来台湾贸易，就是条件一年要纳4000里尔吼。哇，抽足重的税。韩万要和其他找出来即个容克船，伫个即几工内转来转来台湾吼。容克船有后壁注明讲是含留伫个安海一关以及都督交谈了后，就是即个韩万含一关以及都督参详过了后啦吼，讲会甲目前找会到的容克船会。伫即几工会转来吼，对所有的西纳人来知影讲，一关当日无用伫装备上述的舰队，迄个舰队约有几只空白啦吼，数字无写吼。大个含几只小的小容克船，但是即支舰队并毋是由一关家己领导指挥。虽然广东的军门恳请伊来亲自指挥，伊也是甲交予伊的一个主要的队长，名叫做参民吼，领导指挥吼，愿上帝互公司带来更较好的结果。要暗的时阵，有一只小容克船对南方抵达。底下真侪鱼吼，这是12月30，过来12月31，对南方有3只容克船载鱼来到台湾，有4只同款的船出航要前往西纳。快艇 Bradham 号和 Asendorf 号也再度用旁启停，为着要执行计划前往澎湖，毋知啥物计划。
好，1633年到这吼，咱继续看后一年。1634年1月1日，对南方有3只小只容克船来处入港。快艇 Bradham 号和 Asendorf 号伫航行途中被强风所阻止了吼，阻挡又搁转来，就是要去偏湖迄两只吼。1月2日，对南方有2只小容克船载袂少鱼来到台湾。1月3日，正月初3，对南方有1只小只容克船载鱼来到台湾，有10只同款的船载鱼出航要前往西那，因暗有强烈的北风。正月初4。暗时风力真强，所伫即个快艇阿森多夫号，就是要去偏湖迄只船吼，被漂到相当远的所在，毋知影是毋是失去一个定吼。今仔早起又搁用旁航会原所在来停船，此外无事。正月初5，天气还算好。对南方有1只小只容克船来抵达此地。1月6日，对南方有1只小只容克船抵达此地。天光了无偌久，透起强烈的北风，所伫方面要早长官阁下的批信出航的快艇 Van Loon 号的商务员甲船长无法度上船，必须延前到明仔载。要暗暝时风力平息，有10只小只容克船出航前往西那。正月初7，天气袂歹，快艇 Bradham 号和 Asendorf 号再度用旁启程要前往偏湖。快艇 Van Loon 号嘛出航要前往港南，会合伫尖巴海岸。顺益的迄寡快艇了后，要对遐前往巴达比亚，邀4只渔船出航前往西那。迄2只海贼的容克船伫因的要求之下，允准因该动快艇 Van Loon 号出航，要去因的主人老乡遐。但是因为误会，游园停留伫北平沙洲区的下面，伫这2只海贼船内底的几个酒醉的日本人，伫暗时伫北山尾的西那人府遐大肆吵闹吼，就伫遐啉烧酒，踮遐闹吼，互因来抱怨啥，就是伫遐嫌啦吼，嫌讲。互因来嫌，并且请求伫个商人含慢转来以前，互迄寡海贼船进入港来管制。这是你写啥？我看无解有。这意思是。日本人伫北山尾的西那人掠鱼人遐咧吵吼，吵讲要伫个含慢转来以前，要互迄寡海贼船进入港内，但是咱看无这吵这是要吵啥。好，正月初8，上述迄2只海贼的船进入港内吼，已经入来吼。容克船布里的布坎号出航前往偏湖，要去互西那来的容克船以及咱的快艇经得免于海贼的威胁。昨昏和今仔日总共有6只小只容克船对南方抵达，所掠到的鱼无介多吼。下晡有强烈的北风。1月9日、10日有强烈
伫属的北方有2只细只容克船对南方抵达。1月11日，容克船 Brid Buchan 号转来伫北平沙洲区的下面来停泊，因为风影强烈，两个岛拢失去吼。强要无法度通修理。迄只容克船伫本国个9日暗时开动快艇阿森多夫号出航，对遐附近就是迄个所在叫做农夫的切村吼。对遐附近行道前拢偏乌，但是该快艇伫月娘落去的时阵，因为强风来未航，过当日早起到海賊島。海賊島是讲，就是今仔日偏乌的北大岛、巴兆岛吼，北大岛下远来停泊，伫遐停到今仔日早起，但是因为风力愈加增强，最后脱锚飘走吼，脱锚我毋知影台语安怎脱定遐，或者就是船迄定无法度甲船迄个固定伫咧即个海面上吼，漏走啊。因为漏走强要去弄着岩礁岛，就是今仔日偏乌的东树平岛、东屿平岛吼。伫咧非常危险的状况之下，含迄只容克船飘线，无法度阁看到迄只快艇，要讲可能已经飘往巴达比亚去咯，飘往遐个远的所在去。今仔日对南方有12只渔船抵达，对因遐来收到5-6千尾的乌鱼，作为拉布公司的11艘，有一只渔船对西那沿岸抵达。大消息来讲，华商航班已经见过几啊大竿，但是还无确实的消息。下晡开始透起强烈的北风。1月12日，去南方保护渔夫的商务员 Klaus Hamans 转来到台湾，有2只小容克船对西那沿海来抵达台湾，因捌伫个偏乌航运的快艇 Brandon 号和 Blazewick 号会合过。1月13日，风和天气航长相像，无特别的事。1月14日，天气袂歹，有一只小只容克船载鱼出航前往西那沿海。1月15日，风和天气和昨相像，有一只小只容克船对芒港载落坡来。1月16、17日，有一只小只容克船出航前往南方，有一只小只容克船对南方转来。这2天有真强烈的北风。1月18日，有一只小只容克船对西那载米和盐来到此地，报告讲航班真紧就会转来。有10只渔船出航前往西那。要暗仔有强烈的北风，因此上述渔船各有1只转来此地。1月19日，有一只小只容克船又搁出航前往西那沿海，另外有2只抵达，一只来自金门，一只来自小金门烈士。因运来一寡丝质的布料和丝袜啦吼。并大消息来讲，这2只本地游客以及其他商人的容克船无偌久就会来咯。1月21日，
有强烈的北方对莫斯尤纽斯遐知影讲，迄寡被萧人人和新港人威胁要作战的麻豆人，真惊阮徛伫个新港人这边，所以显然要来要求和平。正如一方背刀迎战，对方就插刀入鞘吼。这应该是读鞘，我唔知查者插刀入鞘吼，刀鞘啦吼。我知影阮是拢讲刀龙啦吼，但是这个汉字这个鞘哩，我看要哪读做鞘，或者是稍是马边吼，应该读鞘，鞘则是佩地刀鞘，刀鞘就是藏刀的器具，就是迄当读做迄物件会当叫做刀鞘，或者是刀鞘啊。但是汉字你若写鞘吼，就是读做鞘，或者是鞘吼，刀鞘。所以应该是文音鞘，白音鞘吼。藏刀的刀啊，叫做鞘，刀鞘，刀鞘吼。好，学着一个字啦吼。讲麻豆人因为惊阮徛伫新港人迄边嘛，所以就来要求和平。就咱敢若用即句话来形容讲，咱敢若讲一边已经背刀准备要迎战吼，准备要甲你相战啊，对方才惊着吼，才插刀入手安尼。但是对各种情形看起来，只要甲迄寡萧人人和新港人讲，阮愿意帮助因来对付麻豆人作战，因一定会全体决定采取行动。边部族吼，家己拍来拍去吼，家己无合作啦吼，萧人、新港人和麻豆人。我即满煞无啥会记诶，就是，等下我看一下地图。麻豆、新港，我印象中就是荷兰人和新港是较好，较斗阵了较好安尼啦吼。啊，但是麻豆就一直和荷兰人就较迄个较敌对啦吼。麻豆。对了，麻豆较远嘛吼，新港伫咧新市遮较近嘛吼，应该是安尼。伊嘛无记毋着。好，1月22日，有一只细只容客船出航前往西那。下晡，本地奥克兄弟载一张航班的批来，几个商人、几个生理人以及差不多120担的青丝。就是本地奥克兄弟载即寡物件啦吼，一张批几个商人以及差不多120担青丝，甲一批细节的布料来到台湾，并且带消息来讲，航班的伫咧12天到15天之内会带领3、4只装载丰富的容客船前来。航班伫咧上述的批示里提及，就是迄张。航班下来批啦吼，讲伊已经去见过几啊大官，也见过一官吼。即个航班是带伫台湾的西那生理人吼，因表示讲已经准备要互真侪商品运来此地来
有够通来供应公司一年的需要，不如个按照希腊的即个惯习习惯所有的代志拢要进行无介多啦又搁讲伊拄到希腊的时阵，快艇免轮号已经对日本来到金门下方来停伫咧金门遐，遭遇着极大的性命危险。大官认为讲，迄只快艇来到迄个金门遮，会造成因的困扰，因此无允准任何的快艇前往该地，所以甲即寡生理人用适当的船只平安来护航到片湖，互因会当顺利转来到台湾。互我方的人感觉真惊奇的是讲，拢无说明啥物理由，也无互因含任何的希腊人来往交易。因就是为着即个目的去就是要做生意去结果拢无互因做生意，就互命令因前来处地，就是转来命令转来台湾，或者是转去巴达维亚，互因伫咧离开遐，或者是用公司的名义采取必要的措施。即个代志最后毋知将如何发展。根据所会当觉察到的，就是因显然真欢喜伫咧台湾航运来交易，但是真执着执着是啥物？就是固守着古旧的原则真固守古早的原则，只敢若允准某一人的专利来交易，无允准别人运河来航运交易，用来强迫阮用非常悬的价数来交易。对迄寡前来的生意人，就会当如此猜想，因全部是一竿共一阵的因是含一竿徛做伙啦其他的人一直到现在拢还袂前来，关系着阮去用换掠的人，即张批拢无讲起。总是欺诈奸巧啦奸巧的即个希腊人邪恶的计划是无法度探查出来，也无法度理解即个对希腊人的形容词拢无介好奸巧邪恶1个2 3。阁有3只细只用客船前往希腊，并且派一只细只用客船去调换快艇 Brandon 号转来。今仔日无用对上述的用客船落死甲死号，并且要去看号，因为生理人甲因的死甲死号的价数画了非常的悬，所以都无相宜的价数无法度通讲价也无订立任何的契约就离开了。因有时会表现出，只要是长官普特马斯阁下留踮的处地，都袂当满意的，无法度通照因所满意的来和公司贸易。伊是甲一切代志变甲讲真困难的人，就是讲伊是即个，互即个生意歹做的主要的原因啦嘛是造成即场战争的人因已经准备好2、3只用客船要去巴达维亚请求另外派一个长官来。下晡有2只小用客船对打狗来，有1只对金门来。1个2 4。阮对阮的翻译员以及其他的希腊人遐知影讲是航班的朋友叫做诺奎，鼓动生理人甲因的航母价数画甲遮尔悬并且讲要一直挺后落去。
一直等到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再度调换因来，迄当阵真显然就可以按照因的计数交易成功了，因此就调换迄个脑壳，就是迄个超工业计数即个人吼，伊伫咧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和议员的头前来否认这一切代志。伊讲，伊若是安尼做，就无资格和诚实、尊贵、通达情理的人来往了，更较无资格和公司的职员来往，因为公司职员会温宠互爱，才会当有今仔日的成就。这绝对是万分伊、嫉妒伊的人、怨妒伊的人吼，因为看到伊即马即个生意做啊遮好，所以想要互伊被公司职员厌恶欺骗吼，厌恶欺骗吼，所以来诬告伊啦吼。伊还讲类似的其他的理由，申诉伊的清白。长官阁下就甲讲，伊若是安尼做，会互公司遭受真大的损失，所以为着要无浪费时间，就命令伊随时去劝生理人用合理的计数来出卖因的货物，就是迄个本来怀疑讲，就是伊咧举计数即个人。讲伊无安尼做吼，1个2、5日，上述的生意人来求见长官，即个是毋是佫讲迄个叫啥名？头前迄个讲举计数迄个人吼，虽然阮出价迄寡上好的青丝一担142两银。迄寡较歹的138两，因也是无同意。犹原坚持每一担144两，甲140两，差2两啦吼。所以第二遍无担心生意讲无成啦吼，来离开。因一直强调讲，因的货物比别人的佫较水吼，佫较精美真侪吼，因此呢。计数也遮尔，所以计数才会遮尔悬。今仔有2只水车容克船对漳州河载米甲盐抵达此地，要暗仔时开始吹起强烈的北风。1个26日，早起快艇 Bradham 号舰对片湖满载石头转来到此地停泊。有一只翻译员拉库的水车容克船出航前往南方，要去打狗和其他的所在做交易。1个27日，天气良好，还有一只像上述的小容克船出航前往南方。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和议会决议，为着无要浪费时间，并且要互迄寡对新仔来的生意人对台湾袂起反感，所以要鼓励因做运货物进来此地，所以决定，如果因毋肯降价计数，因所载来的丝对一般的丝当中挑选出来上精美的丝，要互支付每一担144两，就是因讲迄个计数吼。迄寡较粗的迄寡丝要付因140两，并且决定要摕用里尔来支付，或者是用日本元来支付，而且会扣掉2%的规费。今仔日有一只水车容克船对打狗抵达此地。1个28日，时间10点过1分。风甲天气犹原含昨昏相像。有一只水车容克船对鳌港载3000张的鹿皮和鹿肉，
来到厝地。上述的生理人再度来仓库见长官阁下，甲死的介绍讲好。迄寡较幼的较水的一打743两，较粗的139两，阁落一两去啊！最后成交来收买，状况真好，良好别人拢认为真好，真水，应该是讲这死啦物件真好。今仔日要暗嘛有3只细只容克船出航前往希腊。1月29，风甲天气含章相像，有一只细只容克船对希腊载100篮的冰糖甲一寡细项物件来到台湾，并且早消息来讲，航班已经过了，航班伫过了迄个希腊过年的时阵就会转来。1月29，安尼应该是差不多2月啦吼。1月30，早暗有强风，天光的时阵小可平息。约伫中昼的时阵，风力又搁增强起来。今仔日无用你收买一寡布料，并且订契约。1月31日，有2只细只容克船出航前往希腊沿海，天气袂歹，有北风。2月，天气袂歹，有北风，今仔日无用你偷开迄寡丝。2月2日无特别的事，强烈的北风。2月3日，差不多伫中昼航班的容克船对安海河载着40担青丝、200篮的糖甲一寡姜来到台湾，并且载一张批来互长官普托马斯阁下讲，伫迄边和希腊官员的交涉，袂当照所希望的安尼来快速进行，因此伫即只船要回航的时阵，伊犹阁需要留踮咧遐，因此请长官阁下阁忍耐一下，因为按照希腊的即个办代志的习惯代志拢进行了非常的慢，而且必须要送真侪礼品不过一切拢顺利应付，以便伫短期间内处理大量的丝和其他的货物。此外，也建议讲，咱毋通互迄寡希腊海贼离开，爱甲因留踮咧台湾，爱用合理的方式互迄寡前来的生意人交易，并且爱用日本元来支付因，但是毋通收取规费，互因有利可图互因有通趁这是你讲啥？互因是你讲生意人，还是讲海贼？看不解有好，今仔日要暗的时阵开始，生意人应该是拢咧讲生意，这是讲海贼，讲莫互迄寡希腊海贼离开，爱甲因留踮咧台湾。好啦，这是拢是针对生意人讲的毋是海贼对。今仔日要暗嘛开始对北方吹来强烈的冷风，阁有毛毛仔雨。2月4日，长官阁下和议会商议，因为最近前来的希腊商人的请求，决定要甲迄寡希腊的冒险家留踮咧厝地，一直到航班坐伊的容克船来到厝地。虽然迄寡冒险家极力要求讲，互因坐因的容克船出海，以便前往因的主人老乡遐。即寡冒险家应该是讲海贼啦这只写冒险家。2月5日，无特别的事，游玩是车透真寒的北风，又搁落雨的天气。2月6日，天气有一点平息了。2月7日，
有2架水鸟用客船出航前往西那沿海，有早一张飞去外航班，飞呢甲伊讲要运回真侪各种订购的货物。8日，本地奥克的兄弟会用客船开动另外一只用客船出航前往西那，所在有一批护照甲唱艺，但是大部分是现款。因答应讲，若天气符合，伫10天到12天内，就会当载真侪的丝甲其他订购的货物转来取地。今仔日 Jax One 的用客船对西那来抵达取地。再来22担青丝甲一批糖。今仔日中华国下汉议会决议，为着要尽量较紧甲迄寡需求无介侪的护照甲推销出去，要甲将合约4000里尔，互4000里尔价值的护照，互韩漫甲女过。因以前所购买，而且佫藏伫公司仓库内底的妨害仓库迄寡还袂交因的护照，拢爱同齐搬去因兜以及因的用客船内底。迄只船有定明仔载要出航前往西那。9日，有北方业着蒙仔雨。航班的用客船载着一批护照出航前往西那，如上所述，有定要伫短期间内载航班转来，并且要运回大批的丝。今仔日有一只小只用客船对打到载舟仔来到取地，应该是切吧，载舟仔要创啊。2月10号、11、13、12、13日，无达得记录的事，有时会透强烈的北风夹着雨。2月14日，好天。2月17日，早起天气真好，下晡阁透北风，强烈的北风。2月18日。Jax One 的用客船开动另外3只用客船出航前往漳州号。2月19日，无特别的事，有北风。今仔日有2只苦叶船对打到抵达取地。2月20日，无特别的事，下晡有强烈的北风。读到遮吼，你看到所有的拢是含迄个海上贸易有关系的记载吼。伫经过即个热兰遮写日期吼，就是做生意啊，甲海检安尼。目前看着安尼，伫咧台湾的证书拢无记伫热兰遮写日期，这是我感觉足奇怪的代志吼。看到遮了，抑阁是无吼。2月21日。有3只小只用客船抵达，一只对南方，2只对漳州号。漳州号载来几篮几项桶仔的砂糖，一担丝，一寡丝质的布料，甲一批空眼布。对因遐来知影讲，军门已经发出3张会当来台湾自由贸易的通行证，一张是互本地哦，一张互西宁。就是就是九州，第3张互苦心素的老爸的兄弟，就是苦心素的叔啊是爸啦吼，叔爸叫做嘉心。伊阁讲，若是天气良好，航班伫咧即几工就会转来。伊含伊的用客船现在伫咧安海，你无用到装好，因此无可怀疑。免犹豫啦吼，就伫咧短期间内，就会运来大批的各种货物。翻译员拉挂对坐即只用客船内的迄寡几个西那人遐知影讲，海贼老乡犹阁停留伫咧 Pedro Branco。Pedro Branco 敢若是香港的款，我记得。又阁停留伫咧 Pedro Branco 甲河准湾吼，迄个所在叫河准湾。河准湾是
会对朱卡写讲是红海湾，就是伫香港的东北边吼。所以老乡因搁伫遐，伫香港遐，伫遐夺取了30只大型客船，并且用干巧的手段占领一个叫做盐洲的城市，就是即嘛叫做即嘛是广东红海湾西边叫做迄个所在吼，处伫真侪抢来的物件，又搁听讲因捌两边对一关的主角叫做后背，注卡是写讲可能就是胡美乌米吼，乌米，因捌两边对一关的主角乌米作战，两边拢稳住阵地，就是因拢甲上出的即个乌米甲乌米拍走吼。即个乌米是被一寡派来率领一支舰队要去对即个老乡吼，结果拢去即个乌米拍败吼。因此日常有真侪新的海贼去投靠老乡啦吼，互伊再度强壮起来吼。好，过来。2月24日，无达得记录的事。2月25日，有北风阴天，俄罗上帝快艇 Old Water 号对日本抵达台湾停泊，议长库库巴卡因为天风破边，无去互接见，因此又搁转来辩护，对伊取消班卡达是啥物所在？班卡达讲是日本政府制定的办法，以固定绩效逐年收购息吼。讲对于即个班卡达即个制度以及发予前来处队通行证，希望渺茫吼。只有一寡人咧药讲，伫短期间内会废除，应该是讲废除即个班卡达吼，就是班卡达就是日本政府制定的办法，固定绩效来维持吼。因为现在葡萄牙人和希腊人拢敢若只敢若载即个10岁去遐尔吼，互真侪工厂无法度医生。真侪工厂工匠吼，无法度做事嘛吼，因此已经是万声四起吼，将因的即个长崎的长官严重抗议。2月26日，长官普罗曼斯国下和议会决议要甲快艇 Old Water 号顶的一部分货物搬去快艇 Bradham 号遐，因为 Bradham 号已经装好台发吼，装好准备要出发啦，要伫咧3月1日要出航前往巴达维亚，并且决议讲快艇 Old Water 号顶头为着台湾所需要的物件，拢必须要落来吼，并且伫咧遮停泊到3月5日、6日吼。希望伫即期间，阮逐工咧停靠的航班会当运来大批丝甲其他货物。2月27，即个航班讲过年后会来台湾，到今还未来吼。有相当大的南风，因此海影真大吼。伊所伫的即间会当甲真正足需要的物件对快艇 Old Water 号顶头搬入去快艇 Bradham 号。2月28，
有北方天气良好，无用你甲快艇 Ottawa 河顶头落来一批茶棒甲茶。下晡有一只用客船抵达厝地载来差不多70担青丝，并且有消息来消息来讲，航班上班伫咧2-3天内就会转来吼，并且要运来大批即种丝货甲灰啊。因也证实讲，军门已经发放3张通行证，吼，几啊行李人来航运，完全自由交易，并且另外就是关系到讲要释放5方被活掠的人的代志，因毋知影确实的情形，一切来听候航班会报查转来消息啦吼。好，2个读煞，过来3个。下晡面对快艇 Ottawa 号搬入去快艇 Braden 号的物件，搬入去了后，船长发出已经准备好会当出航的信号，无强烈的北风。3个日。上午，快艇 Braden 号载着价值偌济158508毫吨的货物，该当迄2只一直到现在用真客气的办法，该留落来海贼船吼，就是迄2只海贼船啊，同齐含即个 Braden 号吼。用旁出航前往上出的快艇是要去巴达比亚，迄2只海贼船是要去老乡，应该是香港遐吼。万能的上帝吼，赐福带领因，为着要互迄2只海贼船确实会当出海，直接前往老乡即个Pedro Branco 遐吼，不敌去偏湖。去骚扰经由遐来往的即个生意人吼，就是为着要互迄个海贼船直接去香港，莫去偏湖遐共打扰吼，去共乱吼，所以将一个因的首领以及12-13个其他的人留伫快艇 Braden 号内底，就是因一寡人毋是坐海贼的船，是坐 Braden 号吼。因为 Braden 号是要去印尼嘛吼，共方向。伫咧中昼开始透非常强烈的北风，因此上述的2只洋客船显然无法度出海，又搁转来伫咧北平沙洲下面遐停泊。3日，继续透强烈的北风，阴天。今仔日，伫迄寡生理人几啊日以来坚持因的死爱加付一寡介绍了后，开始收购顶一个月各队运来厝地的丝。3月4日天气开始平静落来，阮无用伫对快艇 Ottawa 号落一寡急需用的物件。上午，迄2只海贼船伫阮会当派船去因遐以前，就已经用旁出航咯。根据所有咱看到的情形，因是往真南平的方向前进。3月5日天气良好，有2只小只洋客船出航，一只前往淡水。这是伊是写下淡水，下淡水就毋是迄个啊，毋是顶头北平迄个淡水吼，就是屏东啦吼。另外一只前往本港，就是北港吼，要去交易落坡和落肉。3月6日早起派遣洋客船 Breed Buchan 号出港去停泊伫北平的沙洲下面。
以便伫看见航班的容积船前来的时阵，会当赢去命令伊驶往快艇 Underwater 号遐，袂浪费时间来随时甲货物搬入去该快艇内底。今仔日约略伫中昼有两只小只容积船对南方前来，载有一批落婆、稻仔甲一寡鱼。3月7日，3月7日写甲落长哦，来看觅。早起，因为航班无来，所以长官普勒马斯阁下出港，要去命令快艇 Underwater 号前往巴达维亚。若是航班来咯，就要随时要甲货物搬过去。我本来打算讲，航班的船啊来，叫伊莫直接入来，叫直接去迄个 Underwater 号遐去落米啊，落货物，结果拢无来。到尾中昼时阵，也无看到容积船前来。快艇 Underwater 号就用旁启航，要前往巴达维亚，歹等吼。约落伫下晡2点钟，航班的容积船来到岸边咯，结果小伤心吼。带来一寡写互长官阁下、指挥官甲特劳纽斯的批信吼。满载着差不多是130台青丝甲各种的丝货，还佫有4只容积船转来，同齐来吼。即寡船无装载特别的货物，快艇 Underwater 号顶的人看见即寡容积船随月头回航转来，小三星若是有看到，所以佫月头转来。伫个要暗暝转来到北平的沙洲面遐停泊，因此长官阁下随时该动连伊着含即个行李人以及该容积船出港。就是长官阁下，就是紧坐船出港吼，要尽量去甲迄个货物搬入去，要去巴达维亚迄只快艇内底吼。天气真好，北风。上次航班早消息来讲，即几工还佫有2只小只容积船会载差不多100担的青丝货、灰仔甲糖过来。又佫讲，漳州的海盗已经将3张通行证暂时发互迄几个行李人。迄寡行李人会前来含阮地定稳固的契约，会来含阮拍契约吼。阮透过航班所送的即寡赠品，已经真受迄寡大官的欢喜吼，因对阮诚欢喜啊。迄寡大官即嘛，去谈着战争的滋味，拢愿意来含阮贸易吼。只要阮的船只莫去因的沿海吼，并且帮因分担一寡因的损失，舰船的国家会大损害，是啥物意思啊？并意思是讲，只要阮船莫派过去，而且愿意替因分担一寡因的损失啦吼。甚至呢，只要是1000两银只要1000里尔吼，就会使互因心满意足。因为安尼，因就借口因的皇帝报告讲，伊的损害已经受到补偿了。因还讲，安尼做对释放我方的被活掠的人嘛真有帮赞吼。但是是毋是要甲即寡活掠释放呢？并无伫咧因的权限之内，因无权决定啦吼。因为因当中有16个人已经要互送去即个国王遐，就是北京吼。因此必须要先听候国王的命令。上次航班还佫劝阮讲，爱写几张批分别寄互福州、泉州甲漳州的3个道爷，也爱寄互厦门的海防、知关含海局，按照时仔的习惯吼，用请求的即个口气吼，写较文雅，写较礼貌一下。若无，因还佫会对阮生气，袂含阮和平来往。迄寡大官现在即问过航班，对阮的情形已经比其他官员搁较了解，也更加得到因的支持。
愿意为阮来共同镇靖国王，镇靖即皇帝啦吼，愿意为阮，互阮会当得到国王的符克，永远来稳准阮的务役，并且释放阮5方被活掠的人，并且附寄阮的批示去互国王看吼。就是有即马有即个有摕物件去有礼数行到就对啦，即马较好讲话啊吼。伊赶伫伊的批示内底，并无讲着点啥物特别的代志，只敢有一部分正是韩漫的报告讲，阮的即个礼物吼，大官真欢喜来接纳，会得到务役是毋免料疑啦吼，因为因欢喜嘛吼。按照因的讲法，虽然伊对金冠普罗曼斯阁下的批信彻底明白，但是也是袂当了解为何顶冠阁下要希腊政府来发动战争。不过一切拢会当息怒，会当袂记吼，会当准煞啦吼。上述韩漫还阁讲，伊官捌2遍亲自陪伊去见泉州的海盗，并且迄寡大官极力来强调讲。如果因若想要和荷兰人和平来往，就必须要伫短期间内安尼来决定，并且互迄几只用客船运河去台湾。如果无伫本季结束以前甲河运去，5方的人就会去甲即寡代志巴达比亚报告。安尼后一个季节就会遭受阮的攻击。虽然讲活掠了几个荷兰人，但是荷兰伫巴达比亚并无欠士兵啦吼，就是人诚侪啦，会堪仔哩啦吼。伊官捌韩漫私底下讲，用战争是得袂到好处啦吼。伊安尼讲的用意，是要爱阮打消去救迄个援军的念头吼，就是。意思讲，小战无啥物好康啦吼，所以你毋免搁转去救即个救兵啦吼。去年阮送去要互大官的批，拢已经接到，并且已经分送互各个大官。根据因讲。拢已经同意发3张通行证，互几啊生理人，互因来台湾向阮进行务役。住伫漳州的丁爷，应该已经为阮向即个国王报告，讲阮捌帮战拍败李魁奇。纵使阮即马已经照因的讲法，已经渐渐被整个希腊所认办，所以因也对阮有较好的看法咯。伫本季。有差不多30到35只用客船出航前往各地，就是有20只大小的用客船前往马尼拉，装载真少，2-3只前往坎保利亚吼，1只前往北大尼，4只前往巴达比亚，6、7只前往港南。又搁讲，每一个船长拢爱。关做一只含因家己的船同款大小用客船，互国家作为建船来代替，就是代替即个税金啦吼，进港甲出港的税金嘛。因为国王已经完全无强大的建船路哦，欠船啦，所以免纳税金袂要紧，让一只船来就好吼。今仔日也得悉，也知影讲对迄2只。对遮出航海贼船已经到平湖，本来无希望因去平湖，结果因嘛是去平湖吼。故意违背因所应允的吼，因答应的吼，因搁去平湖，因的首领以及迄2只船的道拢已经被带入去快艇布雷斯维克号顶，因此顶官阁下派用客船布雷。补强号去平湖
退台，迄只快艇伫遐守护，伫遐顾啦吼，并且命令该快艇该动迄2只洋客船对遐前来处队。看不解有即句话啥意思？好，3月7日这一天写啊落长吼，已经读了，已经时间到吼。就是因为即个韩漫总算对西那转来，而且甲消息炸转来吼，就是咱读的即落长的即寡消息，就是礼数送到大官真欢喜吼，就安尼尔。3月7日，咱明仔载再明仔载，明仔载会使，明仔载咱继续来读3月8日。好，看一下芭比有啥物笔记。我著看伊写韩漫，我著读韩漫较紧啊。今仔日 Eric 真顶招。好 ，OK。你敢有啥物？倒手我感觉。好，我看无啥物特别需要伫遮提起的吼。执着，就是拄则执着有另外插着执意，安尼一个讲法。执着吼，执意吼。执意有可能，执决吼，执决，OK 好，执着吼，执意执决。好，安尼到遮，感谢各位，咱明仔载再继续来看吼，来开班哦。好，多谢阿关，多谢大家。